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明明好努力未錢，屋企卻總係儲唔到錢，甚至明明入帳唔少，卻總係有啲意外開支將你個荷包掏空？其實玄機可能就係喺你每日進進出出嘅廚房入面。喺傳統環境學入面，廚房被稱為屋企嘅財富，而櫥櫃作為廚房佔地面積最大嘅家具，佢嘅顏色選擇直接決定咗你家財富嘅深淺。如果你屋企嘅櫥櫃顏色揀錯咗，唔單止會令空間顯得壓抑，更可能喺無形中壓制咗屋企嘅財運，令你嘅辛苦付諸東流。今日我就要毫無保留咁話你知，邊3種顏色係公認嘅招財色，只要用啱咗，保證你家嘅財氣旺到擋都擋唔住。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先點個關注並開啟小鈴鐺，咁你先唔會錯過任何提升居家運勢、避開消費陷阱嘅實用秘訣。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亦都歡迎喺評論區留低財源滾滾4個字，接住呢份福氣。好，話不多說，我哋即刻入正題。我哋要明白點解顏色會有咁大嘅威力。喺環境、心理學同色彩學入面，顏色唔單止係視覺嘅感知，佢更加係一種頻率。而廚房係一個家入面最有煙火氣、能量波動最頻繁嘅地方。廚房喺5行入面屬火，因為佢每日都要喐火煮食。火嘅特性係向上、係焦躁、係熱烈嘅。如果廚房嘅基調顏色同火產生劇烈衝突，或者過度加強咗火嘅燥氣，咁住喺呢個屋企嘅人情緒就會變得極之唔穩定。大家可以回想下，係咪喺有啲裝修到太沉悶或者太刺眼嘅廚房入面做嘢，人會特別容易心煩意亂。一旦家庭成員脾氣大，口舌是非就多，家不和，財神爺自然繞路走。首先我哋要傾嘅第一種招財首選色就係溫潤如玉嘅原木色。點解原木色係櫥櫃界嘅招財之王？我哋從5行相生嘅邏輯嚟睇，木能生火，原木色代表住大自然嘅原始生命力，佢自帶一種生長、向上、生機勃勃嘅氣場。喺5行流通入面，木生火，火再生土，呢個可以令廚房嘅能量形成一個完美嘅閉環。廚房本身火氣重，如果用金屬感太強嘅顏色會顯得冷冰冰，用紅色又會太嘈。而原木色嘅加入就好似幫燥熱嘅環境注入咗一股清泉，佢可以中和火氣嘅暴烈，令廚房嘅氣場由狂暴轉為和諧。更深一層嚟講，原木色象徵住穩固同守財。對於一個家庭嚟講，到錢只係第一步，留唔留得住錢先係真本事。原木色嘅櫥櫃可以俾居住者帶來一種心理上嘅踏實感。當你行入一個原木色嘅廚房，呢種接近大地嘅顏色會令你瞬間卸低出面嘅疲憊，心情平和咗，思維就會清晰，喺理財同決定上面自然更理智。如果你發現屋企最近開支無度，不妨睇係咪廚房嘅顏色太浮躁，換成木質色調，唔單止係審美嘅升級，更加係幫屋企嘅財富打咗一層穩固嘅底色。我哋要傾嘅第2種顏色係米白色或者暖黃色。呢度我要特別強調，我哋要嘅係暖色調嘅白，而唔係醫院嗰種冷冰冰慘白色嘅純白。純白色喺5行入面屬金，雖然火克金能生財，但如果純白過度，會顯得屋企太過肅殺。而米白色或者米黃色喺易學入面帶有土嘅屬性。大家記住一句話：火生土，土生金。廚房嘅火氣透過米色嘅櫥櫃轉化為厚重嘅土能量，再由土能量催生出源源不絕嘅金能量。呢個就係最正宗嘅催財局。米色系嘅櫥櫃就好似肥沃嘅大地，可以承載萬物，亦可以吸納一切負面情緒。呢種顏色唔單止喺視覺上可以令狹窄嘅廚房顯得寬敞明亮，更能營造出一種富足感。大家可以去觀察下嗰啲家底深厚、家風穩健嘅大家族，佢哋嘅廚房裝修往往唔會追求奇形怪狀嘅流行色，大多係以呢種溫潤嘅暖色調為主。呢個唔單止係為了內涵，更加係為了等屋企嘅財富可以真正做到藏風聚氣。米黃色仲代表住陽光同希望，
每日喺咁嘅環境下煮飯，全家人嘅運勢都會好似陽光咁燦爛。第三種要重點推薦嘅顏色係近年喺高端定製入面好流行嘅淺綠色。可能有人會問，綠色用喺廚房真係合適咩？其實淺綠色喺五行入面屬於亂木，佢代表嘅係春天嘅生機，係破土而出嘅生命力。如果話原木色係守財，米黃色係聚財，咁淺綠色就係托財。對於嗰啲正喺事業打拼期或者想轉型挺新機會嘅朋友嚟講，淺綠色係絕佳嘅選擇。佢可以有效地平衡廚房嘅火氣，將佢轉化為向外生長嘅動力。綠色係眼睛最舒服嘅顏色，可以極大程度緩解視覺疲勞同精神壓力。當一個家庭嘅主婦或者主夫可以喺愉悅放鬆嘅心情下處理食材，呢個本身就係喺度幫屋企嘅每一個細胞注入正能量。食住呢種帶住喜悅能量煮出嚟嘅飯菜，家人嘅精力會更充沛，事業運自然水漲船高。講完咗呢三種大旺嘅顏色，我也必須同大家分享幾個櫥櫃顏色嘅重災區。呢啲顏色如果你而家正喺度用緊，一定要引起重視。第一個大忌就係正紅色，好多老一輩覺得紅色喜慶，甚至連櫥櫃都揀大紅色，呢個喺環境學上係非常危險嘅。廚房本來就屬火，大面積嘅紅色就係過火，會導致居住者性格急躁，容易引發突發性嘅財務危機，甚至影響心血管健康。第二個大忌係深黑色或者深藍色，呢兩種顏色五行屬水，喺廚房呢個火地，大面積用黑色會導致水火相沖，水火不容嘅結果就係家運動盪，求財之路充滿坎坷，甚至容易招致小人趨餘。除咗顏色，櫥櫃嘅擺放同細節都藏住學問。例如你個櫥櫃下方係咪成日堆滿雜物？財富最驚嘅就係亂，一個髒亂差嘅櫥櫃，哪怕顏色揀啱咗，財氣都入唔到嚟。我哋要定期清理櫥櫃，保持通風乾燥，呢個叫淨庫。只有庫位乾淨咗，新嘅財富先可以填補入嚟。另外，大家喺裝修嗰陣都要注意色彩嘅比例。我唔建議成個廚房只用一種顏色，咁樣會顯得單調乏味。最好嘅比例係7分主色，3分副色。例如，如果你揀咗原木色嘅櫥櫃，台面可以搭配白色嘅石英石，咁樣就係木火土金環環相扣，能量流動得更順暢。其實我哋研究呢啲居家細節，本質上係喺度研究點樣同環境和諧共處。我哋成日話相由心生，其實運由境轉。你居住嘅環境就係你內心世界嘅投射。一個明亮、整潔、配色、科學嘅廚房，代表住你對生活嘅掌控感，代表住你對家人健康嘅負責。當你開始關注呢啲細節，你嘅磁場就已經喺度發生改變啦。好多朋友可能會擔心，我已經裝修好咗，顏色改唔到，點算？唔使驚，我有幾個簡單易行嘅化解小妙招。如果你個櫥櫃顏色太冷太暗，可以嘗試喺廚房增加暖色調嘅燈光。燈光本身就係最強嘅能量源，可以有效驅散沉悶感。如果你個櫥櫃顏色揀咗上黑嘅顏色，可以透過軟裝嚟調和。例如黑色嘅櫥櫃可以放幾盆綠色嘅水培植物，用木嚟化解水火上黑嘅尷尬。如果櫥櫃係紅色太燥，可以加裝白色嘅遮光簾，或者擺放白色嘅瓷器，用金同土嘅力量去平復火氣。總之，環境係死嘅，人係生嘅。我哋要利用色彩嘅邏輯去服務生活，而唔係被條條框框限制住。一個家庭最強大嘅財富，其實係全家人嘅齊心協力。但如果你可以透過調整櫥櫃顏色，令屋企嘅氣場更順，財運更旺，呢個無疑係俾咗生活一個更好嘅起點。喺影片嘅最後，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廚房係屋企嘅聚寶盤，亦係一家人嘅健康源頭。無論你而家身處咩階段，都要好好對待你嘅廚房，好好幫家人煮每一餐飯。當你將嗰方細細嘅空間經營到溫馨舒適，充滿美感，好運同財富自然會不請自來。如果你對今日嘅櫥櫃配色仲有任何疑問，或者你正喺度猶豫緊該揀邊種顏色，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寫低你嘅廚房朝向同埋目前嘅困擾，我會盡可能地為你提供建議。
都請大家將呢篇有用嘅影片轉發俾正喺度裝修或者準備翻新屋企嘅朋友。你嘅每一次分享都可能喺度幫人哋改善家運。再次感謝大家嘅耐心觀看，我係你哋嘅居家理財管家。如果你中意呢種接地氣、有深度、能實操嘅居家乾貨，請一定要點讚收藏。我哋下期影片會繼續拆解更多關於居家佈局同財富增長嘅奧秘，大家不見不散。祝各位屋企嘅財富永遠充盈，全家安康，財源廣進。